的圣诞树，它是一首流传数百年的德国的传统民谣。那当初它并不是为了圣诞节而写的，但是它是歌颂常青树在严冬中依然挺拔，充满生命力的精神。那音乐的特点是庄重和温暖，旋律缓慢庄严。所以我们刚才听了非常活泼的曲子，现在听温柔的曲子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这边体会一下弦乐团他们用厚实的中低音声部，制造出冬日炉火般的温暖，然后这个在节庆的温馨的德国民谣带给大家，请掌声，谢谢。